有一个姓蔡的男子到台北艋舺的宽南市场骗一寡趁艰苦钱的摊商，讲投资人骨塔，保证趁大钱。有袂少人真正相信，甚至有人甲2000外万的西客总落落结果丢掉。即卖这个姓蔡的男子已经封收押。 所在看看，这单位，一个台北市艋舺宽南市场，拢总有1300单。李国才开始去营运，索扣下料出摊商扣诈骗集团注意。在这里吗？我没听说，没有听到。讲的话，你就不用理他就好了啊。他整用骗的啊，只要用，我听啊，那个应该被不来的，会上来很多个那个塔位啊，断价卡。 宽南市场翻新改建，一个规模成真侪民众。不过，所一位讲家己是做业务的蔡先生，说服摊商投资零骨台塔费含升级费，佮一个人搬乱角色，诈骗摊商超过2000外万。为着闪避资金的追查，阿嬷和阿哥却当作是人头，诬告真做共犯。两人尾也无起诉，检警继续调查，敢有其他摊商受害。当时蔡姓男子诈骗摊商2000多万，而且呢被检方搜索约谈的时候还打悲情牌，说自己的亲人刚过世，所以呢是予以交保。但没想到他最后还故技重施，将这些不法所得拿来买毒品、奢侈品。检警另外调查出蔡先生骗到钱了后，佮甲汇钱予另外一位肉商，想要予对方嘛真做是诈骗共犯。目前的话，我们的宣导做得蛮到位的，目前都没有接过摊商说被诈骗的情形。对这件代志，宽南市场正压贴，蔡先生为不明管道摕到摊商个人资料进行诈骗，即马马扣法院羁押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